自2023年5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自由敬拜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。约书亚记22章第1节到34节。迄时，约书亚召集流便支族、迦得支族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对因讲：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，恁拢有遵趁；我命令恁的，恁嘛有听趁。一直到今仔日，恁遮尔久拢无放杀恁的同胞，恁有遵守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。但上主恁的上帝有照伊的应允，互恁的同胞享受太平。现在恁通倒转去恁兜，转去上主的仆人摩西伫约旦河东边赐互恁的家业的地。毋过，恁一定着谨慎遵行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恁的诫命甲律法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，忠诚无离开伊，全心全意服侍伊。约书亚甲因祝福，送因去，因就倒去因兜。玛西半支族已经伫巴山对摩西分着家业，另外半支族伫约旦河西边，甲因的兄弟做伙对约书亚分着家业。约书亚送因倒去的时，甲因祝福，吩咐因讲：恁着将抢着的战利品，就是真济的精星、金、银、铜、铁，甲非常济的衣服，摕倒去恁兜，分互恁的同胞。第二年，流便支族、迦得支族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就对甘地的示罗出发，甲其他的以色列人相时，倒去因得到的基列地，就是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分互因做家业的地。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伫甘地的约旦河地区、瓦郡河的所在，起一座大搁险恶的祭坛。以色列人听见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伫甘地对面约旦河边以色列边界起一座祭坛。以色列全会众就伫示罗聚集，要去甲因攻打。以色列人派祭司以利亚撒的囝非尼哈去基列地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遐，甲伊做伙去的有10个支族的领袖，因嘛是以色列逐支族、逐家族的士大。因到基列地见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对因讲：上主的全会众安尼讲，恁是安怎背叛以色列的上帝？今日恁额头无缀上主，为家己起一座祭坛，背逆上主，犯遮大的罪。以前咱伫避免犯罪，瘟疫临到上主的会众，到今仔日还未洁净，咱还看做无要紧是无？恁竟然额头无缀上主，恁今仔日背逆伊，明仔载伊会对以色列全会众发大受气。恁若想讲所得到做家业的地无清气，通过来上主的地，就是有上主会幕的所在，
就会伫阮中间得到家业。做事毋通背逆上主，嘛毋通背叛阮，毋通伫上主咱的上帝的祭坛以外，搁为家己起祭坛。以前舍拉的干仔孙阿干，敢毋是伫迄个应该毁灭的犯罪，上主的受气就临到以色列全会众，因为伊犯罪死的人，毋是单单伊一个人。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因以色列宗族的时代讲：大权能的主上帝，大权能的主上帝，伊知，阮以色列人嘛知，阮若有背叛，也是背逆上主，今仔日就互阮死。阮若为家己起祭坛，额头无缀上主，也是伫坛顶献烧化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愿上主甲阮刑罚。毋过，毋是安尼，阮做即个代志，是惊了有一日，恁的后代对阮的后代讲：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甚物关系？上主设即个约旦河做恁甲阮中间的界界。路边人、迦得人，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，安尼恁的子孙会害阮的子孙无搁敬畏上主。所以，阮就决定要为家己起一座祭坛。毋是为着献烧化祭，也是其他的祭，是为着要伫恁甲阮以及恁的后代甲阮的后代中间做证据。阮通伫上主的会幕献烧化祭、平安祭甲别款的祭来服侍伊。则免恁的子孙将来对阮的子孙讲：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。所以，阮讲，将来因若对阮也是阮的后代安尼讲，阮通应讲：恁看，阮列祖起的祭坛，甲上主的祭坛形体完全共款，毋是为着要献烧化祭甲其他的祭。是为着要做恁阮中间的证据。今仔日，阮绝对无即个意思，要伫上主咱的上帝会幕头前的祭坛以外，搁另外起一座祭坛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其他的祭，来背逆上主，额头无顺趁伊。这是会合甲会众的领袖，以及甲伊做伙去遐以色列宗族的时代，听到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人所讲的话，就拢真满意。这是以亚撒的囝非尼哈对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人讲：今仔日，阮知上主甲咱同在。因为恁无犯即个背逆的罪来得罪伊，恁实在有救以色列人脱离上主的刑罚。这是以利亚撒的囝非尼哈甲遐的领袖离开基列地区的路边人、迦得人，倒去甘地以色列人遐，甲因报告即个事。以色列人拢真满意。就称赞上主，要搁提起要攻打路边人甲迦得人，毁坏因徛起的地。路边人甲迦得人就甲即个祭坛叫做见证的坛，是讲即个坛伫咱中间见证上主是上帝。自由敬拜。昏暗的室内配合着闪烁的彩色灯火，台顶的乐手弹吉他，
拍鼓、震撼的音乐声得响，主唱者大声话讲，台下骹的朋友举起恁的手，对着节奏做伙来拍手。毋过，这毋是某一场演唱会的现场，是伫某一间礼拜中的教会，互伫台下骹的我实在无法度适应。但当时心内想讲，这若是敬拜俄勒，也应该讲兄弟姊妹，咱同齐举手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哪会变做台下骹的朋友对着节奏做伙来拍手咧？看到即间教会有诚清名的少年人伫聚会，我袂禁伫思考，是我的观念伤保守是无？也是即种带领敬拜方式真正有问题咧。今日咱读的约书亚记22章，也拄着敬拜方式的冲突。当一切拢到一个坎站的时，约书亚就调集路边、迦得和玛西东边支族的人来，感谢因完成上帝的命令。现在因通平安返去约旦河东岸，只要因确实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就通得到上帝的保护。约书亚祝福因，送因倒去家乡，也互因带走丰富的物资，通踮约旦河东岸的土地，享有安稳的生活。不过，因才离开无几工，就人发现因的行为诡异，人舀伫约旦河西岸，竟然就踮河边起一座壮观的祭坛。即声毋好啊！看来因是要去拜别个神明。即个代志传到其他以色列支族的耳仔。人人感觉代志大条，事态严重，随时组织大军，准备要去攻打东岸的支族。进攻之前，因先派几位代表去了解状况。至于东岸的支族为甚物要去祭坛拜别个神，冒犯上帝呢？路边迦得和玛西东边支族的人发愿望讲。这是一个大误会，毋过毋是安尼。阮做即个代志是惊了有一日，恁的后代对阮的后代讲，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甚物关系？上主设即个约旦河做恁甲阮中间的界界。路边人、迦得人，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。安尼。恁的子孙会害阮的子孙无阁敬畏上主。为着无要互即款的代志发生，也是恐惊因的子孙将来袂记得上帝，才起坛做证据。误会透开了后，约旦河西岸逐支族的10个首领和祭司联合。就倒去甘地，甚至彼此开喙讹了上帝。这座坛因为安尼受称作是见证的坛。真个时阵，咱也真容易用家己做中心，用家己的习惯、的方式、经验甲知识来判断是非对也是毋对，致使忽略无共生命。脉络的文化展现，掠做对方错误就产生冲突。伫1990年代，教会界捌有敬拜俄勒甲传统礼拜的争议，当时冲突真大，甚至后来还闹出分裂的危机。来到21世纪，有知名的牧师公开伫网络批评，张教会使用泰德灵修，认为泰德灵修的对象真无清楚，即种灵修祈祷的方式，较活
偶像崇拜。事实上，迄只是无共的敬拜形式而定，所敬拜对象只有独一的上帝。无论是甚物款的形式，只要会互人持续敬拜上帝，就是好的礼拜形式。日常，我习惯甚物敬拜形式，我会要求别人接受家己习惯的形式无？我习惯甚物款敬拜形式，我会要求别人接受家己习惯的形式无？咱来祈祷，恳求互人得到自由的圣神甲我同在，互我有搁较宽阔的心，接纳甲我无共文化的人事物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